个生理，那个呢，那个机能、那个感官啊，对呢外界那个情感欲望。我至于色中，我为大，色为小，色呢至于我中，那是因哪也？那么合起来有情感欲望的追求，就是男女之间那一种情爱的事啊。那我们要超越，我们要修禅的时候啊，就要超越那个生理，那个呢，那个机能、那个感官啊，对呢外界那个情感欲望的追求，就是要超越。然后呢，我们要训练，训练出一种不受呢客观环境跟主观意识这个左右影响那一种心理状态，要常常住，常住不迁，不会变化，就是永远都在，这个很重要。我们从第一章开始那个常有跟常无啊，常有欲观其角，常无亦观其妙。常有跟常无，常有跟常无合起来，就是咱不生不灭佛性啦。咱的佛性就是常无常有，说它有，没有形象；说它无，更开始存在。所以它是常的、常住的，不属于有，也不属于无，就是不可思议。我们之前都有讲啊，那个不可思议啊，怎么体会？还记得吗？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这个状态，这个状态讲不出来，是有啊无，有就着有啊。我们都在完成习惯了，不先污所以讲污，污的都有啊，然后有就形象了，知道吗？形象一落形象就有美了，一落生美就不是我们追求的了，它就情感欲望的追求，就是男女之间那一种情爱的事啊，那我们要超越，我们要修禅的时候啊，就要超越那个生理，那个呢，那个机能、那个感官啊，对呢外界那个情感欲望的追求，就是要。